聖經導賞團福音書對觀福音。新約嘅4卷福音書記載咗耶穌嘅事蹟，其中馬太福音、馬可福音同埋路加福音3卷書被稱為對觀福音，又稱為符類福音，意思係合在一起看或有相同的觀點。3卷書喺資料來源同埋主題上都相近，喺內容、敘事次序同埋表達方式上亦有許多相似之處，主要記述耶穌嘅生平、教導、神蹟、受難同埋復活。呢3卷福音彼此對照閱讀，有助讀者更全面理解耶穌嘅身份同埋使命。3卷書之間各有差異，每位作者都有唔同嘅寫作重點同埋神學角度，因此並非單純重複，而係彼此補足。馬太福音為猶太讀者書寫，特別強調耶穌係舊約預言嘅應驗者，係彌賽亞，亦都係天國嘅君王。馬太時常引用舊約經文，顯示耶穌嘅出現並非偶然，而係神救恩計劃嘅一部分。呢卷書重視耶穌教導天國倫理同埋門徒生活，如山上寶訓。馬可福音3卷福音書當中較早寫成嘅，係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嘅基礎藍本。佢嘅篇幅較短，敘事節奏明快，重點放喺耶穌嘅行動、權柄與受苦。馬可筆下嘅耶穌形象簡潔有力，讓人看見佢係如何以僕人嘅身份嚟完成救贖使命，並帶出佢兼具神子同埋人子嘅身份。路加福音以有系統與歷史感嘅方式寫成，強調普世性同埋憐憫。路加特別關注弱勢者、罪人、婦女同埋外邦人，顯出耶穌嘅救恩係俾萬民嘅。呢卷書時常將目光帶向耶路撒冷，並把救恩故事同埋後來嘅教會使命連結埋一齊。呢卷書同埋《使徒行傳》係路加醫生所寫嘅一部作品嘅上下兩冊。總結：對觀福音讓人從3個角度認識耶穌。馬太強調預言嘅應驗同埋君王身份，馬可強調行動同埋受苦，路加強調普世救恩同埋憐憫。3卷書合起嚟，唔單止增加資料嘅豐富度，亦使讀者更深刻看見耶穌嘅位格、工作同埋對人類嘅拯救意義。反思：對觀福音使我哋能夠更全面地認識道成肉身嘅耶穌，佢嘅權柄同埋救贖計劃，並真實體會佢喺人間嘅同在同埋憐憫。呢個好消息唔單止帶嚟盼望，亦呼召我哋承擔使命，以堅定嘅信心回應嗰位不斷呼召人嘅主。願我哋以生命見證佢所宣講嘅真理，喺等候主再嚟嘅日子裏面，活出佢對世人嘅愛。救恩係普世嘅，表明神嘅旨意。神愛世人，甚至賜下獨生子，叫一切相信嘅人都能得救。神喺山上寶訓更具體表明天國嘅倫理，讓我哋明白作為天上嘅國民，遵守天國嘅法則，討神嘅喜悅。